要往哪边走？韩秋生老师，韩秋生老师在哪里呢？韩秋生老师你好，我是官方这边的探班主持。生日快乐！先跟小七同学说。哇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没有，我生日已经过1个月多了。前2天刚过生日。那个就是开了个生日会，但我生日那我们在7月7号。我们补充这个追问。好的，今天作为探班的，就是主持，有一些问题在给二位，可以稍微的接受一下这个小采访吗？可以了，有时间就行。好的，有时间就行。哦，因为之前韩秋生老师都是解说足球嘛，那么解说这个赛道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，或者心态上的转变？那肯定是不一样啊。这个会更加轻松活泼。尤其有小七这样的，是吧？我们一起就以这个轻松娱乐、搞笑好玩。尤其有这个 B 站这么年轻的元素。我们这应该是叫做美女野兽组合。没有。忘年组合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韩老师在这个节目挑战，就是怎么突破非常大，就是非常值得期待。好的。有没有就是祝福啊或者建议给选手们？放松心态，就是一种要玩的这种心理。一鼓作气，一发入魂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。那我们先撤到后面来。